哎，谢谢我们台湾组的几位朋友，非常简单的舞码又轻松，哎，要接舞的话是在我们这边来接哈，这边，哦，这边来接。 再次邀请我们加油站的好朋友下来加油跳舞 ，OK？ 加油站的嗨，加油再跳舞。再次邀请帐篷底下所有各族群的好朋友来体会一下我们原住民的舞蹈。现在跳这个舞是台湾族的舞蹈。 亲爱的，你上来了啊！我喜欢。轻松的心情，放开你的脚步，爱你哦！啊，下次参加风铃季不要穿高跟鞋，会跌脚。再次邀请你们下来看看我们台湾族族群的大会，非常的轻快。用阿美族的舞曲来跳台湾族的舞蹈。 会把你到台湾族跟阿美族跳大会舞不同的方式，他会用他们的图腾，就是眼镜蛇啊的图形的弯来替我给它弯去，所以叫台湾族。排队的时候还不直啊，排队弯弯啊，开玩笑的啊，后面那个是排队，开玩笑。很有特色的一个族群，有它的文化，还有啥？ 再一次的热烈欢迎我们各族群的朋友、好朋友。
下来跳舞我们台湾族的舞蹈，很特别的一种体验，邀请您。好，我正前方是深坑区阿美公主杨美花哦，因为她是公关族啊，只要负责我的部分就好了啊。还有我们深坑的资深美少女，哇，不对，美少女还要加资深，没礼貌她。哇，这个族群我喜欢呢，她非常的亮衣服，你们。有是，还有，他这首歌，哦，这首舞曲可以跳差不多5个小时，好，台湾组士官长还有，士官长很有的礼貌，哎呀。西周部落、水源部落、中和原野，哇，兰花的姐妹花，你是我的心上人，是太晚认识我们，我还年轻，那样看，后面不要糊弄，那个谁杨树。哇，看到布农族的理事长张能仁理事长，还有我敬爱的周大哥，中间还可以美女，哇，对，厚不厚？哦。原来张能仁理事长的夫人也在现场啊，挥挥手啊，勇哥在这里 ，OK， 对了，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来的现场吧。耶，哇，真可爱！李金龙理事长，哎呀，你会不会上？活动的你会去上，肯定的。剩下9里面还有，谢谢啊。开心，更快乐啊！延续你的活动，放开你心情，我的脚步，把你的烦恼全部抛到云里。现在队伍已经面对美丽的帐篷，他的意思是说欢迎你进来到我们的台湾族的大会。台湾的头目进到位，把度造为成功。谢谢大卫主席，也感谢主持人。非常谢谢我们台湾的士官长首长的寿士官长。
下来。突然，谢谢我们汉族朋友这么热爱我们原住民的舞蹈，跳到现在坚持到底。Michael， 你的右边那两个不太会跳，要教一下。谢谢我们正天才十嘎造的热助，哎呀，亲友团，他看到你就喝醉了，哇，美女很厉害，高手，跳舞穿高跟鞋。班长不见了。